这桑小姐在哪里啊？莫不是桑小姐怕了吧？我和桑琪自幼就结识，刀山火海也没见她怕。哎呀，你们相信我，今天晚上绝对有好戏看。那桑琪在后台换衣服，你们瞧瞧去。景木，带他们去后台。小姐，你今天看到四爷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叶云之他就是故意想看我笑话，算是明白了。哎呦，差点没认出来啊，桑琪，你还挺适合这歌姬的打扮。今天晚上你就能名震汴京了呢。我觉得你也别去什么国子监读书了，我觉得勾栏更适合你。哟，这不是宋大小姐吗？看样子是想跟我一块儿同台，但是碍于脸面又没好意思说出口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呢？谁要跟你一起登台？既然想跟我一块儿同台，那就得给她扮上，是吧？嗯，来给你扮上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你给我松手你！哎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卓文远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宋大小姐吗？真是失礼，认错人了。我还以为是我找来的歌姬呢。不过宋小姐今天这身打扮的意思是要……卓文远，你装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替桑琪出头吗？扯什么歌姬？宋小姐不要不信。宋小姐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就让你看看。卓公子，快要开始了，快到台下入座吧。宋小姐，这回总信了吧？真丢人！你看，哎，林大一，我等你一块儿同台啊！